做一個門徒係需要聽神嘅聲音嚟到跟隨主嘅。知道上帝時時對我哋講説話，不過嗰時候我哋咧就疏忽咗呢方面嘅訓練學習，以致我哋就好看重就係聖經裏邊上帝對我哋講，但係上帝對人都有我哋嘅説話，對我哋有佢嘅心意啟示嘅。喺我哋成長嘅時候即係特別學做父親，曾經有一本書好出名，叫做《從未遇上的爸爸》。從未遇上爸爸，上一代嘅男士好多咧，日日見到爸爸喺度有食飯啦，又跟住去睇報紙啦，自己沉迷於自己嘅電視或者係收音機嘅世界裏邊，對於父親係好陌生嘅。雖然見到佢，但係陌生嘅。直至到父親年老啦，需要照顧啦，咁先至開始認識到自己嘅父親。我哋嗰個年代要訓練做爸爸，唔好做嗰啲從未遇上嘅爸爸，但係要將自己嘅心意同啲細路嚟到表達，讓細路明白，同我哋有好嘅溝通。我諗我哋天父一樣，我哋天父係真係天父，佢樂意聽我哋嘅話，亦都與我哋親近，將佢嘅心意向我哋表明。我哋可以聽到、得到從佢嗰度嘅啟示，明白神嘅心意。喺聖經裏邊提到咧，上帝有兩種方法對人講話嘅，表達佢嘅心意嘅。一種就係藉住聖經好明顯寫出嚟，俾我哋明白神嗰個嘅心，明白神佢自己嘅本性。咁所以聖經咧就定咗嗰個範圍，神心意嘅範圍。而上帝都有好多按住特定嘅時候、特定嘅情景，對人有佢個別嘅啟示，對嗰個人有佢嘅心意嚟到顯明。但係呢啲心意呢，係喺聖經嘅範圍裏邊，神特定嘅啟示心意唔會超越咗聖經嘅界限，唔會叫我哋違反聖經嗰個嘅教導嘅。所以咧喺一個聖經嘅範圍裏邊，我哋要學習點樣聆聽神，明白神嘅啟示同埋心意。首先睇下聖經裏邊咧，其實都好多嘅地方講到上帝向人啟示、向人說話。主耶穌話咧：我係好牧人，我嘅羊聽我嘅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着我。呢個咧好緊要嘅。主耶穌話：我識我嘅羊，我羊咧要識我，要聽我嘅聲音，以致佢哋可以跟着我。所以認識上帝、明白上帝嘅啟示或者係說話咧，係好重要。你要跟隨主，就要明白神對你嘅心意，以致你更清楚、更加肯定嘅嚟到跟隨主。當你跟隨主嘅時候，你會發覺有兩個嘅特別嘅影響或者後效果，就係你會咧得到永生。主耶穌話咧：你跟隨我，你有永生。呢個永生唔係將來好遠好遠我哋離開世界就去同主耶穌一齊。永生就在今天開始。今日我哋跟隨主嘅時候，我哋就有生命。耶穌話：你跟隨我，你就有生命，係豐盛嘅生命。而且你跟隨我嘅時候，我嘅平安、我嘅保護係無人能夠從我嘅手中將你奪去。所以我哋遇到任何嘅困難、遇到任何嘅挑戰嘅時候，我哋更加需要跟隨主，因為主嘅啟示、主嘅引導，幫助我哋做抉擇、行走呢條路嘅時候，我哋知道跟隨，亦都經歷豐盛嘅生命。更加有主耶穌嘅保護。亦都喺聖經裏邊有好多嘅例子，好似喺保羅提到喺教會裏邊啦，喺教會平時嘅聚集嘅當中，亦都有上帝特別嘅啟示。呢啲啟示唔係寫喺聖經嘅啟示，係上帝對群體、對教會或者對個人一啲特別嘅心意叫做啟示，或者我哋講話神說話啦。呢個保羅話：弟兄啊，你聚集嘅時候，各人有詩歌啦，有教訓啦，或有啟示，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，凡事都當造就人。呢個特別提到神對教會係有一個特別嘅心意表明啟示。神對教會說話係讓我哋知道應該點樣行。
呢啲嘅說話，呢啲嘅啟示係要造就人嘅，係幫助我哋建立我哋嘅生命，以致我哋能夠更加好跟隨我哋嘅主耶穌。嗱，咁咧就保羅自己都有從神領受嘅啟示。喺《使徒行傳》加拉太書第2章，保羅話過咗14年啦，佢信主14年啦，我跟住咧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，並帶着提多同去。我是奉啟示上耶路撒冷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嘅福音對弟兄們陳説。點解要上耶路撒冷呢？14年我都冇上過，但係神叫我去嘅，神啟示話俾我知佢嘅心意，要我上耶路撒冷，要話俾當地嘅信徒或者教會領袖知道上帝喺外邦人嘅作為。簡單嚟講，保羅領受到聽到神嘅聲音，有神嘅啟示，特別俾佢啟示，佢就去咗耶路撒冷。所以睇到咧，無論係教會保羅甚至主耶穌話，我哋每一個人跟隨主嘅人咧，都會有神特別所俾嘅啟示，神對我哋說話。嗱，說話咧，我用啟示，即係俾你知道，說話唔係淨係聽，亦都會有可能係從經文、從人嘅發夢啦，從唔同嘅人啦。你喺聖經有好多例子，一陣會睇到。咁究竟我哋聽神嘅話有乜嘢祝福，有乜嘢好處呢？我哋信徒跟隨主耶穌基督係需要學習領受神嘅啟示、神嘅說話。有4個嘅特別嘅祝福，其實有好多嘅，不過簡單呢，我就寫咗4個出嚟。喺你嘅周刊嘅背後有講道嘅筆記。嗱，首先呢4個係從你初信嘅時候、決志嘅時候，一路到你走信徒嘅路，點樣認識神更多，點樣聽到神嘅教導，一步一步嘅嚟到去顯示幫助我哋。首先睇下呢，當我哋初信主嘅時候，我哋幾時認識到主耶穌基督，明白要接受救恩？其實呢個係上帝喺我哋心裏邊對我哋講說話，有我哋啟示，以致我哋咧去接受耶穌嘅。喺羅馬書8章16節話，聖靈同我哋嘅心同證，我哋係神嘅兒女。你點解會相信耶穌呢？喺某年某月嘅時候，你突然間有個感動，你心裏面覺得，哎呀，人哋同我分享咗福音，覺得相信耶穌幾好喎，你就開始接受呢個耶穌。有啲人好強烈，有啲人咧淡然啲，但係你發覺一段時間裏邊，聖靈不斷喺你心中俾你知道你係神嘅兒女。之前唔係神嘅兒女嘅，但係你開始接受耶穌嘅時候，聖靈喺你心裏邊對你說話，特別嘅個人啟示，俾你知道你係神嘅兒女。唔單止起步係咁樣，時至今日可能信咗20年、30年、40、50年。聖靈依然喺心中話俾你聽，你係神嘅兒女。所以今日你遇到乜嘢嘅挑戰困難，有乜嘢逆境，你心裏邊唔害怕，因為聖靈喺你心裏邊話俾你聽，你係神嘅兒女。我同大家分享咧，喺我15歲嗰年咧，我開始認識耶穌。我家姐同我分享福音，佢帶我睇約翰福音，我心裏面咧都好喜悅，都覺得幾好喎，耶穌都幾好。咁有一次咧，我家姐要去一個嘅差傳年會，係周主培牧師啊，上一代就識得佢啦。周主培牧師講差傳年會，咁我就跟佢去一間咧，我哋大家2個都從來未去過教會。嗰晚周主培講完差傳大會之後，咁呼召人做宣教士。咁喺完咗聚會之後咧，我心裏拔拔跳，聖靈喺裏邊催逼。你要信耶穌啦！你要信耶穌啦！我好知道聖靈對我講說話，神對我講說話，要信耶穌。於是我對姐姐講啦：你等我一陣。我唔知點解我嗰時咁大膽啊！我走去揾阿周牧師，我要話俾佢知我要信耶穌，我要知道點樣信耶穌，我要問佢點樣信耶穌。你周牧師係講國語嘅，嗰時真係唔識國語。咁我走去問阿周牧師，周牧師咧唔知係開心定唔開心？開心就係有人信主啦，唔開心就係佢係呼召宣教士嘅嚟咗個人話信耶穌，所以佢就
即係咁彈咗我去俾嗰間教會嘅牧師。呢個人相信耶穌，你幫佢啦。當阿盧牧師咧同我讀到啟示錄3章20節，佢話看啊，我站在門外敲門。我心裏面真係叭叭叭跳，即係好似上帝即係主耶穌喺度敲緊我道門咁樣樣。凡聽見我聲音開門嘅，我要進到他那裏去，我與他，他與我一同坐席。解釋俾我聽就係耶穌咧要進入我心裏邊同我一齊。哇，好啊！就係嗰時唔係第一次，之前主都同我講過説話噶啦。不過我好清楚嗰次即係得救係好清楚係耶穌進入我嘅生命裏邊。我諗你都有同樣嘅經歷。當你初初決志相信嘅時候，神係對你説話，主耶穌對你説話，有啟示以致你打開你嘅心，請耶穌進入嚟。但係咧一路信主落去嘅年日，重複又重複，神時時都藉住聖靈話俾我哋聽，你係神嘅兒女，所以你不要怕，只要信，無人能夠從我嘅手裏將你奪去。呢個係開始，繼續落去喺神時時對佢兒女有啟示說話，係幫助我哋明白佢嘅心意，亦都安慰我哋。神時時喺我哋嘅處境好困難嘅時候安慰我哋嘅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章3到4節，我哋一齊讀。呢個好寶貴嘅聖經嚟嘅，一齊嚟去讀。願頌讚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，就是發慈悲的父，賜各樣安慰的神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。我們能用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各樣患難的人。呢個神係有慈悲嘅父嚟嘅，又係父啊！父好喜歡將佢嘅心意向佢嘅兒女顯明，話俾佢兒女聽：你唔使驚嘅，我用各樣嘅安慰嚟到安慰你，與你一齊嚟到面對你今日嘅困難。就係神用各樣嘅安慰嚟到安慰我哋，以致我喺患難裏邊，我哋走得過。或者走過嘅時候，走緊嘅時候，能夠用同樣嘅安慰各樣嘅人。好多人話有人咧喺癌病嘅等候室裏邊嚟到安慰其他嘅病人；有人咧失業嘅時候鼓勵其他嘅失業嘅人。其實唔使限制呢樣嘢嘅。佢話咧，你用你嘅安慰去安慰各樣喺困難裏邊嘅人。神用各樣嘅安慰安慰我哋，我哋用領受到嘅安慰安慰各樣嘅人。所以上帝時時安慰我哋。你睇翻下你人生所走嘅路，你嘅歷程，睇到神嘅手、神嘅安慰，可能用話語、用人、用一啲特別嘅情況嘅改變嚟到安慰你。你記唔記得咧？你要寫低，你要數翻轉頭。你就知道原來嗰啲場景裏邊，上帝有啟示，有對我哋説話。我呢半年嚟呢，係跟Pastor Ray 嘅教會即係呢個 Southland 嘅教會喺 Winnipeg 度學習聆聽神，學習咧更新。咁其中一個嘅見證就係師母 Friend 佢哋嘅兒子喺一個除夕嘅晚上房屋火燭咧離開世界。咁喺佢嘅安息嘅禮拜完咗之後，有個茶會，師母咧就好難過，自己坐喺房間嘅一個角落頭度，好難過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會聽到個聲音就係話咧 ，Bruce is okay, he is with me。Bruce 就係佢個仔，即係 Bruce 冇問題㗎，佢同我一齊。於是師母望下四周圍睇下冇人喺後邊同佢講話，佢發覺冇人喎。於是乎問下其他啲人：你有冇對我講嘢啊？冇喎。佢知道，即係屬靈人知道係神特別用聲音安慰佢，話俾佢聽 Bruce 佢個仔冇事啦，同主耶穌一齊。咁後嚟咧，佢起身就同其他朋友一齊嚟到飲杯茶、食個包輕鬆晒成個人。之後佢同佢嘅祈禱夥伴分享呢件事。佢祈禱夥伴話：感謝主啊！因為我哋一班人就係祈禱咧，就係求主耶穌
幫你知道你個仔係與主一起，叫你得到安慰。感謝主，主聽我哋嘅祈禱，安慰嗰啲有需要嘅人。主係安慰我哋嘅神，時時用好多不同嘅安慰。你諗翻你嘅經歷，你自己都會有好多嘅例子嘅。嗱，另外咧，第三方面，除咗信主安慰，仲有好多嘅指導教導我哋。我哋時時都好希望咧，好似有大衛呢度嘅經歷。喺撒母耳記上咧，大衛嘅經歷，大衛就問耶和華：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麼？你將他們交在我手裏麼？耶和華說：你可以上去。於是大衛上去打敗咗佢敵人。啲敵人再嚟啦，於是咧就大衛又求問耶和華。耶和華說：今次咧唔好一直上去啦，喺後邊繞過，喺後邊攻擊佢哋。哇！我哋幾希望咧問親呢啲嘢，上帝都即刻答我哋，係咪啊？大衛喺佢人生裏邊咧都有幾次，除咗呢次之外，仲有幾次咧係有咁嘅經歷嘅。求問神，神就即刻回答佢。我哋都好想，好渴望神啊！如果你咁樣答我哋就好啦。我諗咧喺非常時期有非常嘅答案嘅。我自己都經歷過，上帝真係好清楚嘅嚟到去説話嚟到回答。但係好多時候咧，亦都有另外一種嘅引導指引，就係保羅嘅經歷。保羅咧好有負擔，從神嗰度同主耶穌領受咗一個嘅使命，要向外邦人傳福音。於是佢好努力走出耶路撒冷以外嘅地方傳福音。呢度《使徒行傳》16章講到其中一個好緊要嘅經歷。佢話咧，佢就係聖靈禁止佢哋喺亞西亞講道。大家睇唔睇到個地圖上邊有一個亞西亞1，有個 no 字啊，第一中間有個 no 字啊。即係佢心裏邊咧諗，神啊，我要傳福音俾外邦人，我要去亞西亞，去 Asia 聖靈話禁止唔俾，於是乎佢哋咧就經過弗呂家、加拉太嘅地方，想要去北邊啲嘅比推尼。比推尼見到有個 no 字，比推尼，佢哋個計劃想去嗰度，聖靈咧不許。我哋咧讀到呢度時候，好想知道，喂，保羅，你點知道聖靈不許啊？你點知道聖靈禁止啊？保羅特登賣個關子，就唔想你學，即係有套方法點樣去知道聖靈禁止、聖靈不許。佢就係話俾你聽，聖靈不許，聖靈禁止。然後去到佢哋有冇灰心？有冇沮喪？有冇放棄？冇，佢哋繼續去。佢哋越過美西亞嚟到特羅亞嘅地方，特羅亞4號嗰度4號特羅亞嗰個地方，就喺嗰度夜間見到異象，唔係發夢夜間見異象，與保羅又有異象與保羅，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：請你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。呢個梗係個異象，梗係金頭髮啦，歐洲人咁樣啦，着啲歐洲衫啦，仲叫佢嚟馬其頓啦，所以保羅知道咧係馬其頓嘅呼聲，叫佢過去啦。保羅咧既然睇見呢個異象，我哋隨即要往馬其頓去，以為神召我哋傳福音俾那裏的人聽。保羅終於話係啦，而家聖靈嘅引導，神嘅指引，藉住呢個異象對我哋講說話。俾我哋有啟示，知道我哋要過去馬其頓。咁係咪啲人咧就即刻就跟保羅咧？我哋以為神召我哋，以為咧就好似有啲兒戲戲咁樣以為即係以為啫咁樣。但係其實咧，你睇個英文嘅聖經係 conclude。呢個 conclude 就係結論。我哋嘅結論咧就係神要我哋去馬其頓傳福音。個結論呢個係咩意思？就係講到集體辨識 corporate discernment。呢個係一個好現代而家好流行嘅尋求神嘅心意，唔係你個人尋求咁簡單，係一班群體一班人。唔係呢班人話保羅你話去就去啦，我跟你啦。呢班人都同保羅一樣辨識神嘅心意，於是嚟到有個結論，
以為呢個係神叫佢嘅心意，佢哋一齊去。你會問點解唔一早話俾保羅聽咧？要佢即係撲來撲去，撲去亞西亞，又想撲去比推尼，呢度又唔準，嗰度又唔準，點解最後咁遲先至俾個異象佢睇咧？我諗第一，神係要我哋學習等嘅，神要我哋學習等嘅。我哋跟隨耶穌話咧，跟隨我，你要聽我嘅聲音。神嘅聲音有時係清楚，有時唔清楚，但係跟隨佢嘅，我哋要等。唔好沮喪，唔好嬲上帝，唔好咧放棄。呢個例子俾佢睇，聖靈不許，聖靈不許，依然嘅計劃點樣樣去前行，因為有一樣嘢要做嘅，就係傳福音俾外邦人。到咗神嘅時間，神俾一個異象佢。咁於是話點解特別強調夜間呢？聖經裏邊好多異象係夜間嘅喎，或者係咧好靜嘅時候咧先至見到，因為我哋太多聲音、太多思想、太多討論、太多咧要諗嘅嘢，日間太忙，所以冇辦法咧有承載。所以夜間咧比較上靜啲，夜間神容易對我哋講説話嘅。撒母耳初頭都係喺夜間裏邊學習聽上帝嘅聲音。夜間係好緊要嘅。夜間神對我哋説話，咁啊容易領受好多。但係弊啦，而家咧個個有啲手機擺喺個床頭，夜間咧就得閒瞓醒咗就睇個手機。其實應該你夜間醒咗第一樣嘢，僕人敬聽。僕人敬聽有咩同我講啊？神問一句你試下，我都成日都咁樣講嘅。夜晚黑起身，僕人敬聽有咩嘢講啊？神特別係講道嗰晚咧，上帝時夜晚3點鐘咧有嘢講嘅。咁咧就呢個好特別，話俾佢哋聽咧，要學習咧尋求神嘅心意。亦都上帝咧，亦都除咗指引我哋嘅道路之外咧，更加時提點我哋。詩篇16篇7節話咧：我必稱頌耶和華，我嘅耶和華，我嘅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。有 counsel 指教，有 instructions 有警戒。神喺夜間又係講到夜間，係咪？因為我哋嘅心係靜啲嘅夜晚黑，所以唔好俾個手機騷擾你夜晚黑。靜心睇下神有乜嘢警戒你、提醒你、教你。以至咧，我哋識得點樣行事為人係好緊要嘅。俾你一個例子咧，潘霍華牧師咧，以前咧我哋好細個嘅時候我10幾歲仔嘅時候咧，已經有睇過即係獄中書簡㗎啦。但係嗰時覺得好深作主門徒嘅書。喺20年前咧，喺神學嘅學習裏邊咧，都有潘霍華講到群體嘅生活，講到團體嘅生活，特別強調點樣過小組點樣過基督徒嘅團體生活。喺呢年特別今年裏邊，潘霍華有一個新嘅定位啦。因為佢係抗爭嘅勇士，佢係喺納粹黨嘅時候生存，佢家境係好富裕，最初咧就逃離咗德國納粹黨嘅魔掌，去咗紐約。咁去咗紐約之後咧，佢心裏邊都好唔安樂。嗰時問神應該點樣呢？咁有一日佢讀經喺度，佢寫嘅1939年6月24號，佢話上帝對佢説話，藉住以賽亞書呢段聖經講：我喺錫安放一塊寶貴嘅房角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 ，does not flee， 即係唔會着急，唔會逃走，唔會走咗去。普通人讀聖經就冇乜嘢嘅，唔會驚啦咁樣樣。佢睇到就係唔會逃走。佢覺得上帝要佢翻去柏林。再過多2日，佢讀聖經嘅時候，讀到提摩太後書4章21節，佢話：我要趕緊喺冬天以前到，你要趕緊喺冬天以前到我這裏來。佢覺得上帝咧叫佢即刻喺冬天前趕翻去柏林，於是佢就買船飛，從紐約好安全嘅地方翻去柏林。喺嗰度佢做咗2件事情。第一咧，佢就即係斥責呢個納粹黨，亦都斥責當時嘅教會跟隨咗納粹黨。
咁另外仲有一件事情咧，好爭議性嘅事情，佢參加咗咧即係刺殺希特拉嘅計劃。咁後嚟咧就成個計劃咧就被人逮捕，佢就落咗監，最後槍決死亡嘅。咁我都問過即係研究嗰啲人，即係佢覺得刺殺好唔好啊？因為而家即係好多人讀潘霍華嘅神學嚟到應對香港嘅局勢。咁我問讀過嘅人咧，究竟潘霍華對於刺殺希特拉嘅事點樣睇咧？咁我喺度做一個注腳啦，免得趙牧師鼓吹人刺殺即係潘霍華覺得佢自己都係犯罪嘅，佢覺得佢自己犯罪呢件事情，求主饒恕佢嘅。但係咧，你發覺讀經原來有兩種讀法，一種好嚴謹嘅十步釋經法，一種咧係上帝聖靈有特別嘅啟示，藉住聖經對我哋講説話。兩樣我哋都要操練，唔可以話咧我哋淨係好嚴謹，淨係好有分析，好清楚聖經嘅教導。但係更加要開放俾聖靈嗰個指引，又唔好淨係開放俾聖靈嘅指引，而對於聖經上文下理亂嚟求其咧抽一節斷章取義。聖靈會用着兩種嘅方法，好詳細認真嘅讀經嚟到建立我哋嘅生命。聖靈亦都喺特定嘅時候有特別嘅啟示，藉住聖經嚟到鼓勵人。我想分享一個見證咧，我2個禮拜前喺祈禱會度分享嘅。咁啱啱最近主持一個嘅安息禮拜，一位老弟兄，一個好好嘅信徒。咁佢好喜歡詩篇90篇，咁我就叫我用呢篇詩篇嚟到去證道。咁我預備嘅時候睇到隻聖經，特別係大家都會熟悉嘅，就係講話咧，你有智慧嘅心數算你嘅日子，數算你嘅年日。通常我哋諗咧就用智慧嘅心求神俾我哋有智慧嘅心數算下，剩翻幾多？剩翻10年啦、20年啦、30年啦、50年啦。睇下神我哋有幾多個10年，然後我哋要好好地有智慧嚟過。但係嗰時聖靈特別鼓勵我、提醒我咧，就係你要往後看。除咗向前看之外咧，要睇翻下你過往嘅日子有冇用智慧嘅心嚟到度過，以致你識得調教。所以咧。即係分享唔單止係我哋要前瞻前備日子，更加要往後看，睇下你過咗呢個年間，你嘅日子係如何，有冇智慧度過？如果冇，你要調教；如果有，求主繼續嘅堅立你。咁我抄翻2016年12月我嘅即係叫做 journal 啦，唔係日記嘅，即係事記啦嚇。事記其中一篇，2016年12月，我同一個同工去探訪個家庭，同佢分享福音。嗰個成員裏邊提咗好多問題，猶太人係咪要注定滅亡㗎、落地獄㗎？猶大係咪好唔公道啊？上帝俾咁多人唔公道嘅經歷佢係唔係好㗎？咁我好努力咧，嘗試用好多唔同嘅答案去答佢。當我答嘅時候，其實發覺佢都聽過晒㗎啦。於是我就埋身同佢講：你要唔要我為你祈禱啊？為你嘅需要、為你嘅困難祈禱啊？佢話唔使。我話你願唔願意相信耶穌咧？佢話唔信。咁我哋完咗之後，我同個同工大家檢討一下學咩學習，咁就離開。咁喺最後嗰2句咧，係神俾我特別嘅提醒，神對我嘅啟示或者説話。佢話因為咧呢個受苦呢個痛苦嘅情況，使到呢位朋友冇辦法感恩。所以神同我講，佢話咧你要小心，唔好俾咧師母嘅失明奪去咗你嘅快樂同埋感恩嘅心。所以當我睇翻呢句話，我其實都唔記得咗即係呢件事。不過我就係揭翻2016年嘅日記睇翻嘅時候，我同神講：神啊，即係我哋都經過有高有低嘅時候。但係靠著主嘅恩典，我哋時時都要即係好謹慎，唔好俾困難痛苦奪去快樂同埋感恩嘅心。多謝你俾我哋嚟到即係有呢個嘅心。所以睇翻轉頭嘅時候，上帝時時有話提醒我哋。不過如果你唔寫低咧，你冇辦法記得。好啦，神時時提醒指點我哋，為咗一個更深嘅目的。就要叫我哋更深嘅認識佢，真知道佢。以弗所書話我哋主耶穌
嘅神啊，求主耶穌嘅神榮耀嘅父，將那賜人智慧啟示嘅靈賞給你們，使你真知道佢。原來聖靈啊，賜俾我哋有聖經嘅啟示同埋有個人嘅啟示，係要叫我哋真知道神，真真正正認識呢一位神係點樣樣，俾我哋經歷佢。今日好多人話我冇經歷到神，你需要求聖靈啟示嘅靈開你嘅眼睛，俾你睇到神係點樣樣，藉住上帝嘅啟示，上帝對我哋所講嘅話嚟到更深認識佢。聖經有好嘅例子就係亞伯拉罕。亞伯拉罕聽到神對佢講說話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，就呼叫亞伯拉罕啦，對亞伯拉罕講話啦，啟示俾亞伯拉罕啦。亞伯拉罕，亞伯拉罕，亞伯拉罕就話：我在這裏，好緊要啊！我在這裏。神話你帶着你嘅兒子，就係你嘅獨生兒子，去亞摩利山獻咗佢啦。於是亞伯拉罕就去咗啦。去到嗰度，將個兒子擺咗喺壇上，正要開刀即係切落去嘅時候，神就藉住天使制止佢，叫佢攞咗一隻公羊取代咗佢兒子。聖經嗰度第14節話，亞伯拉罕就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，意思就係耶和華必預備嘅意思。以前亞伯拉罕認識呢個神，佢係一個至高，要順服，完全順服佢嘅神。但係經過呢件事之後，佢認識呢個神係耶和華以勒，耶和華必有預備。順從神嘅人，神係會為佢預備嘅。呢個就係亞伯拉罕真知道神。神藉住對亞伯拉罕嘅啟示，對佢說話，經歷到一個新嘅體驗。耶和華以勒，亞伯拉罕真係認識到神嘅新嘅一面。所以咧，你睇翻轉頭，你嘅經歷裏邊，上帝其實對你去講好多說話，俾你嚟去認識佢。不過你忘記咗好多，冇記落嚟。你諗翻下嘅時候，你有冇藉住啲經歷真知道他？所以俾你睇到簡單咧。喺整個嘅過程裏邊，上帝對我哋嘅說話係俾我哋有得救嘅確據，俾我哋得到安慰，俾我哋有提醒指示，更加俾我哋有更深認識上帝，真知道佢。所以咧，我哋要學習聆聽。我哋咧會有24位長老同埋同工咧去到 Southland 咧嚟到去學習呢個教會更新嘅大會啦。咁啊，等到差唔多有大部分人去咗啦，咁咧我哋都會主辦一啲學習聆聽神嘅講座，到時大家會更深嘅認識。不過就喺呢段時間咧，簡單提出3點，幫你可以開始而家就去聽聆聽神。首先咧，我想簡單從哈巴谷書裏邊嚟到去同大家提。第一個好緊要，你想聆聽神咧，最簡單就係問神嘅問題。如果最簡單係冇嘢好問，你就問神啊，有咩對我講啊？神啊，你有冇嘢對我說啊？僕人敬聽4隻字你要學撒母耳嗰4隻字，僕人敬聽。你有冇嘢對我講？如果你有特別心裏邊有問題嘅，好似哈巴谷咁樣，哈巴谷知道咧呢啲即係加勒底人要嚟攻擊虐打呢啲以色列人。佢話神有冇搞錯啊？你點會俾啲惡人容許惡人嚟到咁樣吞滅俾自己公義嘅百姓、公義嘅以色列人呢？你點解默言不語呢？點解你唔出聲啊？上帝嗱，哈巴谷就發出一個問題嚟。我哋都可以向神發出任何問題嘅，低層次啲都好嘅。你買架車買紅色啊、黃色啊？你話咁都問？我鼓勵你問㗎。你有其他嘅任何嘅嘢可以問，你嘅侍奉、你嘅前程、你嘅婚姻、你生活裏邊好多困難，你都可以問。任何問題你都可以問上帝。雅各書話一樣嘢，你中間有缺少智慧嘅，應該求厚賜與眾人，也不斥責人嘅神，主必賜給他。
呢個智慧係幫助你生命裏邊成長。你話神啊，我想做生活裏邊每一個決定更加嚟到像耶穌基督，更加嘅嚟到成長。我嚟你面前求，我缺乏智慧，求你俾智慧我。神會好樂意將智慧賜俾人，將佢嘅心意向我哋顯明。咁啊，哈巴谷咧擒上嗰個守望台度等候神，需要等候嘅。當你發咗問之後，要等候神，要安靜嚟到等候神。哈巴谷咧可能遠離人群啦，所以走上呢個守望台嗰度站立喺度觀看等候神。所以我哋需要咧有時間嚟到等候神。當你等候神嘅時候，通常有兩樣嘢出現。第一樣嘢咧就係憂慮、掛慮嘅事情。彼得前書都提到我哋啦，要將一切憂慮咧卸俾神，佢必顧念我哋。安靜第一樣嘢諗到，哎呀死啦，未熄個爐頭啊！哎呀呢樣嘢未做啊！哎呀未交水費啊！哎呀呢樣嘢又嗰樣好多嘢嘅喎，平時諗唔到喎。一坐低安靜祈禱讀經咧就浮出嚟㗎。第一樣嘢好多憂慮嘅，所以你最好咧一係就即刻做咗佢。如果等得嘅咧，攞本簿仔寫低佢，咁你唔會唔記得啊！我已經寫低啦，陣間做。咁你一定會第一樣嘢憂慮蒲頭，第二樣嘢出現嘅咧就係引誘試探。耶穌喺40日嘅即係禁食嘅裏邊，魔鬼出嚟試探佢。所以彼得前書第5章8節嗰度都講啊，即係魔鬼好似咆哮嘅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嘅人。當你安靜嘅時候，心靈空間嘅時候，你唔好以為好神聖㗎，一定出嚟咧會有好多胡思亂想，好多雜念，好多唔好嘅諗法啊，或者引誘會出現，因為魔鬼喺度攻擊。所以彼得話咧，第一你要將你憂慮卸俾神，第二你要對付魔鬼，你要信心抵擋佢。咁咧你喺度等候，喺度等候神啊，有冇乜嘢對我講咧？用少少時間喺度等候。嗱，你會發覺好有趣嘅。哈巴谷話咧，我站在守望所觀看，看乜嘢啊？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？喂，你有冇講？有冇寫錯字啊？應該聽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啊嘛？點會看啊？哈巴谷提醒我哋，原來神對我哋嘅啟示說話唔單止係聽嘅，仲係睇嘅，仲要用心嘅，係用我哋整個人嚟到去等候神嘅話。看神嘅話，幾多人看過神嘅話？摩西看過，約翰看過，好多人都看過。但係最緊要咧，佢提醒我哋要記錄下嚟。第2節話將呢啲默示寫低落嚟，喺我哋去嗰個教會裏邊咧，去個教會裏邊牧師鼓勵每個人都揸住部簿仔嘅。你有乜嘢特別嘅感動，有啲咩嘅諗法咧，寫低。然後咧慢慢祈禱，因為你領受咗嗰個嘅意念咧，未必從神嚟嘅，可能係你嘅意念或者人嘅意念。所以咧你要寫低你嘅意念嘅時候咧，又慢慢祈禱啊，睇下神邊個係神對你講，或者係神有冇喺度講過。嗱，呢啲你話咁複雜嘅唔緊要，不過寫低好緊要。學下寫 journal 咧，對你嘅生命好大幫助嘅。咁喺嗰次裏邊咧，因為時間啦，我要快少少啦。喺嗰次嘅喺 Southland 咧5月6月嗰個退休會裏邊咧，咁我問上帝一個問題：上帝啊，我即係問一個問題，發一個問題。你想士孫嘅將來如何咧？你想士孫將來如何咧？咁我同上帝講，我哋有5個 project， 我哋有對面呢笪地會唔會起葡萄園？我哋有 Gormy Church， 我哋有 Kennedy Road， 我哋有勉勵同行 Mentoring Task Force， 我哋咧仲有呢個植堂 Church Plant 植堂計劃。呢啲係咪你喺士孫嘅安排咧？係咪士孫嘅將來咧？喺祈禱等候嗰段日子裏邊，上帝俾我有4個嘅圖畫，4個圖畫就係畫咗出嚟。呢幅圖畫喺週刊你時都見過，以前講過，我都講多些少俾你聽。上帝俾我睇到圖畫，士孫嘅將來唔係嗰啲嘅 project， 士孫嘅將來係弟兄姊妹嘅生命成長，係愛耶穌嘅。第一樣要 love Jesus， 所以見到嘅 Jesus 嗰個字就係 love Jesus。我哋係愛耶穌嘅群體，我哋係愛耶穌嘅人嚟嘅。第二樣嘢咧，神話即係要生命要轉化，生命要更新。嗰度嗰間教會附近望出去全部禾田嚟嘅，就好似一粒麥子，又不死在土裏，不能結出百粒子粒嚟。生命要更新，然後先至經歷到生命嘅改變，更像主耶穌。我哋要生命嘅更新，好似粒麥子咁。第3幅圖畫就係咧5餅2魚好多嘅神蹟。
主耶穌話要 multiply miracles of conversion and healing， 要更多人相信耶穌，要更多嘅神蹟醫治，全人嘅醫治。我哋而家有嘅，有神蹟嘅，有人信主嘅，但係唔夠。我哋而家有人得醫治嘅，但係唔夠。主話是宣將來要有更多嘅神蹟喺度出現。而最後就係敬拜充滿喜樂 ，joy in worship。呢個係我哋敬拜裏邊唔係苦口苦面、好艱難、好凄涼，背住十字架，而係我哋有個喜樂嘅心嚟到跟隨主嘅。所以呢幾幅圖畫，上帝俾咗我，唔知點樣完成，係靠嗰5個 task force 去完成啊！我唔知道，但係上帝俾咗呢4幅圖畫我希望見到是宣將來就係呢4幅嘅圖畫，所以畫咗喺度，將來會繼續嘅嚟到去等候上帝成就呢啲嘅事情。講咗咁多，其實就係想鼓勵大家學習聆聽神，等候神嘅啟示。我哋要好好嘅跟隨主耶穌做主嘅門徒，要聽主嘅聲音。